月底要召开电价审议委员会，风声讲电钱有可能要起价。央行预估，若是代替的车票、水钱、电钱拢总起价，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可能就要调悬到2%以上。有真侪学校学生就咧烦恼，电钱若是搁变贵，就会造成债务的负担。透早行政人员就开始无闲，大学校园为早起8点第一节课就开始用电。不过即马传出经济部电价审议委员会3月28日要召开，要讨论调悬电价的方案，也引起不少大学的烦恼。若是电价调悬，财政负担会增加，会将教学资源偏去。会希望说他把电价含在那些可能是用电大户上面，可能民生用电可能就不需要剧烈的涨幅。租房本来都已经不便宜，然后还要涨电价的话，感觉有点难以负担了。根据了解，像讲台预测，当年电费的支出差不多4.6亿，若是依照去年电费的起价幅度，高压用电29%算，全年会增加8000至9000万的电费支出。另外，还有台师大，去年3校区电费总金额是1.12亿，若是调悬电费，对学校整体影响真大。那经济部就是一向尊重电价审议委员会的这个审议结果。外界烦恼电价调悬引起通膨的连锁反应。今年1月至2月，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.12%，延续慢慢降价的趋势。不过央行表示，若是代替的票价加水电的费率确定要调悬，央行可能会收关今年 CPI 年增率到2%以上。如果电价调整的话，不要去动这个民生消费里面，尤其是用电的度数稍微低，比如说400度、500度以下的我还是希望台电的方案能够给予优惠。那这个东西是民生的必须的东西哈，所以它不只是经济的问题，你要考虑怎么样涨是一个关键。涨价有技巧的话，你这个冲击就会减少。学者表示，长久以来，台电承担减少通膨的政策任务，真侪因素影响勉强会当得到平衡。不过，若是发电的方式无连续，成本照常真悬，台电营运会陷入两难的状况继续恶化。建议重新检讨目前的能源政策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